APEC 领袖峰会会谈的重点是全球气候危机。美国总统拜登强调讲，要开美金4300亿去再生能源设施，改善气候问题。不过，同一个时间，伫旧金山大桥有超过200个人封路抗议，要求加沙赶紧停战。伫会议开始进前，21个经济体领袖甲代表大家做伙翕相。主人美国总统拜登徛伫咧主位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徛伫咧正牌倒边。APEC 领袖峰会开始进行，拜登伫咧开幕致辞时阵讲，习近平不解问讲，为什么美国会积极参加太平洋事务？ It's because we're a Pacific nation, and because of us, there's been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region, allowing you to grow. He didn't disagree. 拜登重申美国的承诺，讲袂离开，也强调美国正伫咧去风险化甲多元化，但是袂甲北京脱钩。拜登也讲，建议亚太地区的伙伴会让为企业提供比中国更加好的选择。这场非正式领袖对会，重点是放伫咧气候危机，讨论全球气候变迁。Every economy is seeing signs of what's to come if we don't act. Droughts, floods, seas rising, temperatures rising, and more unpredictable weather patterns. 拜登伫咧讲到美国2022年降价通膨法案，这项有史以来上大规模的气候投资法案，将会投资4300亿美金，来提升永续性、改善气候变迁、加建设再生能源基础设施。在此进前，习近平也参加一场欢迎晚宴，加州的州长纽森特别送一领 NBA 金州勇士队的球衫。 衫顶头有印背号8号加习近平的英文拼音。Golden State Warriors。我穿上这件衣服以后也会变得这么神勇吧？示威民众用车挡伫咧路的，也有人看白布条倒伫咧路中。超过200位示威者，10人伫咧交通要道旧金山大桥顶头挡在路的示威，因要求加沙立刻停火。 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军援以色列。加州的警方伫咧发驱散令了，逮捕60位示威者，并且派拖车甲挡伫咧路的车拖走。公司新闻张伟玲编辑。